新竹本土剧推广协会办活动，是特别带囡仔去到布袋戏馆内底，听师傅讲戏、讲口碑、学台语，来体验耍布袋戏。嘛，希望学台语这个代志会当变加真趣味，嘛用轻松方式来了解咱的传统艺术。趣味的布袋戏演出，让台下的大人、囡仔看甲笑嗨嗨。师傅佮透过家己改装过布袋戏红仔，现场演出变面特技。以前的迄个布袋戏，甲今卖的布袋戏，迄是无共款。我想要来了解一下，是倒位较无共款安尼。布袋戏到后尾啊，拢较少看到，嘿，啊，像迄要去庙的办活动的时阵嘛，无一定看会到，所以看到这活动的时阵，就带囡仔来看。所以我将布袋戏甲改，买两个红仔一阵去改。改迄个饭鸡龟的啦，还是改踢骹球的啦，布袋戏我有兴趣安尼啦。新竹本土剧推广协会带大家来到布袋戏馆，透过老师傅精彩的表演，来了解布袋戏的台语，甲一般的台语有啥物无同以外，佮有大家动手耍布袋戏，体验学台语是趣味佮有意义的代志。大家想到布袋戏，就一定会想到伊是用台语讲，而且布袋戏的台语非常的无共款，伊通常拢是用文音来念，所以你若是定定看布袋戏，你会当学到一寡较专业的台语。然后，互囡仔来接触布袋戏，伊除了伊可能会感觉安尼较趣味、较新奇，因为人一个红啊，然后伊会当亲手去摸着、去看的时阵，因就感觉台语可能是较趣味的，交因是有路用的物件。主办单位希望透过布袋戏台语体验活动，也让大家对看戏的过程中，学台语也将认识台湾的传统文化。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。